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为立案调查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需要更多的证据。据英国卫报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宣布，为了获得更多此类证据，将文件保持开放。由于北京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字国，提出种族灭绝指控的人指出，将塔吉克斯坦和柬埔寨强制遣返中国的维吾尔人作为证据。两国都是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签署国。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已经传达给律师，那就是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保证进行全面调查。提出这一要求的人说，更多的证据已经提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且由于武汉病毒大流行而无法履行收集文件，一些初步的证据收集工作被推迟了。一名在泰国面临被遣返至中国的维吾尔青年，通过美国当局的干预，安全抵达美国。根据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主席卡拉特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一名维吾尔青年在泰国监狱服刑1年后，被转移到首都曼谷的一个非法移民遣返中心。通过维吾尔人权人士和美国当局的努力，他逃脱被遣返中国的危险，并于世界人权日抵达华盛顿。卡拉特先生在信息中强调，这对逃离中国的破坏而被关押在泰国各个拘留中心的其他维吾尔人也是一种希望。新闻媒体指出，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一名在北京为彭博工作的中国国民。据报道，范若依7日与彭博一名编辑联系后不久，被见到由便衣公安将他从公寓带走。中国当局指出，此案已进入调查，范女士的合法权益完全受到保护，并已通知她的家属。总部位于纽约的彭博发言人以电邮回复路透社询问，我们十分关切他的状况，已主动与中国当局谈话进行了解，我们正持续尽其可能援助他，并寻求更多资讯。香港一家亲民主报刊的发行人李志英被控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成为中国为打压香港异议人士而实施的新安全法下被起诉的知名度最高的人物。香港警方周五表示，在根据新安全法成立的部门国家安全处进行调查后，李志英被起诉。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警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李志英旗下的报纸《苹果日报》说，这项指控据报道是基于李英志接受采访并呼吁外国政府制裁而做出的。今年8月10日，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探员逮捕李英志等10人。哈萨克斯坦驻土耳其大使阿布扎尔·萨帕贝库里在评论土耳其对外开放政策时说，哈萨克斯坦是生产各种工业的廉价原材料来源，我们可以将它们转化为强大的土耳其工业的基础设施。土耳其工业家可以选择哈萨克斯坦为生产基地。萨帕贝库里在哈萨克斯坦独立29周年之际，由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在武汉病毒流行期间一直保持合作。他表示，哈国在有机农业领域与土耳其继续合作，哈国邀请在该领域经营的土耳其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的有机农业战略一起合作。